大家好，我係咧中心嘅長姑娘啦，係啦，同大家咧去拍呢個例會片，係啦。咁首先咧都會同大家咧講下會員嘅資訊啦。2026年咧6月30日起啦，咁未續會嘅老友記咧將會被移除 WhatsApp 嘅群組喎，咁即係咧會收唔到中心嘅 WhatsApp 資訊，咁大家咧都要留意啦。咁如果想繼續咧接收翻中心嘅 WhatsApp 資訊咧，咁就記住翻嚟中心咧去續會喎。或者咧有啲老友記你識嘅，有聽開佢哋講啊，即係最近冇咗中心嘅 WhatsApp 喎，或者冇收到任何中心嘅資訊喎，咁可能咧代表佢未續會啊，所以咧你哋都幫手提翻佢哋咧翻中心續會。大家咧記唔記得中心咧踏入第幾週年啊？冇錯啦，咁咧就係40週年喎。咁我哋咧一年嚟緊都會有一連串嘅慶祝活動啦。咁其中一項咧就會係有一個福康歷史王問答比賽，係啦。咁我哋咧就會喺8月至到10月啦，呢3個月裡面咧，我哋都每個月都會喺我哋嘅月表啦，係啦，就會出一個嘅歷史題去考大家究竟咧幾認識中心喎，係啦。咁我哋咧啲問題咧就會喺月表上面都印好嘅。咁呢度會有5題題目啦。咁睇完題目之後，咁答去邊啊？就係咧我哋平時用開嘅抽籤表，係啦，抽籤表咧。後面咧呢度咧都會有我哋頭先問答嗰5條問題，咁記住咧去寫翻英文字母嘅答案啦。最尾咧就係第5題咧係要寫文字落去嘅喎，咁所以咧大家都留意啦。到時如果答得最多嘅即係啱嘅老友記咧，咁職員咧稍後就會通知你咧可以獲得一份禮物㗎。好，嚟緊咧就會介紹中心嘅活動啊。咁第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月表上面啦都填寫咗嘅，就係人可以向上帝禱告嘅長者佈道會喎。係啦，顧名思義咧，呢個係一個基督教嘅聚會啦。咁由以立基金咧去贊助嘅。係啦，咁我哋咧其實人生裏面咧都總有咧一啲高低起跌啦，心靈裏面咧都難免有時受到一啲嘅壓力啊，或者有時有不安啊，有憂慮啊，或者感到無助。譬如喺我哋即係最近雲福事件啦，咁我相信咧都係唔同程度咧都影響住我哋嘅心情嘅。係啊，咁都希望透過呢個佈道會啦，等我哋咧都認識神啦，去學習禱告咧，將憂慮咧去交俾我哋嘅上帝，係啦，揾翻當中嘅平安，係我哋嘅心裡面嘅寧靜。係啊，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嚟到去參加我哋呢個佈道會啦。咁嗰個佈道會咧就喺9月3號星期四，係啦，上晝9:50至到2點鐘，係啦。咁地點咧喺沙田麗豪酒店喎，係啦。咁內面有咩內容咧？就有自助餐啦、信仰嘅信息分享啦、讚美操敬拜啦，同埋詩歌分享嘅。係啊，咁名額有100人嘅，係啦，100人嘅名額。咁如果超出嘅名額咧，我哋都會去抽籤嘅。到時咧中心咧就會喺廣福村啦、洪水橋啦、啟德啦、香港仔啦，都會有專車接載嘅。咁請你係喺呢個嘅報名表上面啦，都填翻清楚你嘅上車地點，係啦。咁等我哋咧，如果抽中咗之後，我哋咧都有職員通知翻你咧集合地點啦，同埋個時間嘅，係啦。所以咧都歡迎咧所有人啦，係基督徒好，唔係基督徒都得嘅，又或者咧都想了解基督教嘅老友記咧，去報名參加。好，跟住咧第2個活動介紹咧就係有一個講座啊，叫做精明使用長者醫療券嘅講座。咁活動嘅日期咧係8月7號啦，星期五9點半到10點半。我哋咧邀請咗衛生署嘅姑娘咧嚟同我哋分享長者醫療券計劃嘅內容啦，使用長者醫療券嘅方法同埋一啲嘅個案分享。有啲嘅注意事項，所以有興趣嘅老友記咧都可以報名參加嚇。第2個活動咧係有關義工嘅，係啦，咁就叫做新義工迎新啊。咁由李姑娘咧去負責。活動日期咧係8月11號下晝2點半至4點鐘，係啦，歡迎咧我哋中心嘅新義工咧嚟到參加，
可以咧認識多啲中心嘅義工活動啦，同埋咧我哋都會有啲義工訓練嘅，希望咧都讓你哋咧都多啲認識中心嘅義工活動，可以多多幫手啊！咁咧我哋咧呢個活動咧就係新義工優先報名啦，但係如果其他嘅義工老友記都有興趣嘅，亦都可以報名㗎。好啦，跟住咧就係有一個活動咧係雲福支援嘅服務啦，係啦，咁叫做有伴犬與你有個約會啊，係啦，咁個日期咧就會係8月3號啦，2點鐘至3點，係 A 組嘅，B 組咧就係3點3到4點3，係啦，C 組咧就係8月5號嘅2點到3點。而 D 組咧係8月5號嘅3點3到4點3，我哋咧同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咧合作啊，咁佢哋咧會帶陪伴犬咧會嚟到中心咧探訪我哋嘅老友記，咁我哋咧可以親近咧一啲嘅係啦，呢啲嘅陪伴犬啦，可以餵食啦，同埋同佢哋有啲互動㗎喎，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老友記都可以報名，咁會係雲福嘅老友記優先，但係其他嘅老友記你哋亦都可以報名嘅，有剩餘嘅位置咧都會係可以俾其他嘅老友記參加。咁我哋咧都最後啦，都提大家嚇報名嘅方法喎嚇。咁記住咧嚟中心攞抽籤表啦，填寫好之後咧喺7月20號星期一下晝5點之前咧交翻嚟中心嘅抽籤箱。咁喺7月31號星期五上晝10點咧就會公佈抽籤結果㗎啦，係啦。咁下一次咧中心派新一季嘅月表時間咧會係8月13號喎。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繼續支持中心。好，拜拜。